喺全球變局當中，香港嘅角色更加重要。我哋唔單止係連接東西方嘅橋梁，同時亦都為一帶一路高質量嘅合作提供全方位嘅支持，發揮超級聯繫人、超級增值人嘅角色。投資推廣署嘅使命就係為香港招商引資，同時助力企業喺香港發展同埋利用香港開拓全球嘅業務。今年我同埋我嘅團隊走訪一帶一路嘅沿線地方，包括中亞、中東、南美、非洲同埋東歐等地，深深感受到當地企業對香港嘅熱情。佢哋睇中嘅唔單止係香港所可以獲得嘅資金同埋市場，仲有香港背後聯通內地同埋全球市場嘅龐大機遇。由2023年去到而家，投資推廣署已經協助超過220間來自一帶一路經濟體嘅企業落戶香港。呢啲企業首年帶嚟超過96億嘅直接投資，創造超過3100個就業職位。一帶一路講到底，其實係關於人嘅合作同埋夢想。香港有一國兩制嘅獨特優勢，加上普通法體系同埋簡單嘅稅制，令我哋成為全球企業家實現夢想嘅最佳舞台。展望未來，投資推廣署會繼續創新求進，引領機遇，喺國家發展同埋全球規則重塑嘅交匯點上開拓新嘅空間，令到資本、企業同埋人才喺呢個城市可以雙向奔流，生生不息。喺一帶一路嘅宏偉藍圖之中，香港會繼續扮演不可或缺嘅關鍵角色，為所有合作夥伴增值賦能，一路向前。